如果你同我一樣成日都要轉造型，但係又唔知乜嘢造型啱你嘅話，上個禮拜咧我就去咗做 color test，即係個人色彩分析。我哋一齊嚟睇下我嘅結果係啲咩啦。今日嚟到Find Your Hue嘅 studio， 對於做 color test 咧，我都有基本嘅概念嘅。首先咧，我哋就會填寫一張係個人信息表啦，包括係你平時嘅衣着風格啦，中意咩顏色等等啦。喺色彩分析師 Karen 講解底下，我先知道原來做 color test 有咁多好處㗎。喺用白色打底之後咧，Karen 就會用唔同色彩亮度嘅顏色布咧搭喺你嘅身上。聽下 Karen 嘅分析，大家又估下我係邊個色通嘅人？白色喺你個面上呢個光澤感啦、氣色啦，同埋呢個輪廓嘅深對度咧，其實都係比呢個更加強。咁好多人咧就覺得呢啲基本嘅黑白灰一定係個個都啱㗎啦，但係你會見到咧，就算係白色單咁少少色調，其實你成個樣個感覺已經可以爭好遠，即係需要陰影，但未至於需要去到呢個程度。咁所以咧，我會覺得咧，一個 soft 少少嘅秋天入邊溝咗啲灰通嘅顏色，可以令到你氣色好得嚟咧，又有輪廓啦，又唔會話太突顯瑕。除咗着咩顏色衫之外咧，連指甲咧都會幫你分析埋嘅。另外咧都會話俾你知邊一啲化妝品咧你係啱用或者要淘汰嘅。等等，最後咧發現咧我係一個油抽型嘅人嚟嘅。而油抽型人嘅女明星代表咧，包括有孔曉振、宋慧喬、金高銀、Jenny 同埋呢一個舒淇都係噶。另外我都好適合一啲妝骨嘅顏色，我第二日咧就去咗染頭髮啦。如果你都想得到你嘅個人色彩分析報告嘅話，記得去Find Your Hue啦。